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的暗新闻，我是麦湘莹。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旧历过年已经要到啊，鸡卵的需求有变大。台北市卵商工会是决定，这个卵价要搁起2块，产地计小一斤起到42块半，也那大卖价是52块。其实除了鸡卵以外，这猪肉甲鸡肉的需求嘛是同款变大，也毋过因为供应无问题，所以计小无啥变化。 上世间鸡卵这间食品店各种鸡卵会员充足，毋过最近寒流的影响，鸡卵产量少，买卵的民众拢感觉到卵一直起。 土鸡蛋是80块，那因为冬天嘛，它的产量少，所以它才又涨了10块。蛋很贵啊，来买就知道了啊，那价钱就不一样啊，就知道说那个很贵啦。不过天气冷，民众吃火锅用卵，年节挖紧，高饼业者的鸡卵需求量增加。店主讲卵无够，卵农甲卵商拢是互相援助调度供应。 现在的物价也什么都涨啊，客户都有在讲说，哦，上个礼拜又涨2块，这一次又要涨2块，所以大家都买的比较少了。市场销售台北市卵商工会表示，卵价讨论了后，决定搁起2块，产地价每台斤起到42块半，批发价52块。看起来呢，这也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需求啦，所以这波涨价其实对我们来讲也算是很正常的一个涨跌。 蛋商他们收多少蛋，然后出多少蛋，也只有他们知道啊。消费者只是最终端嘛，他们说什么，那我们也只能接受什么嘛。那鸡卵起价，猪肉、鸡肉虽然因为年节需求量大，因为供应充足，农业部认为价销也算平稳。另外，进口饲料用翻倍的营业税，继续100%减定到3月底，是不是会搁延续？关系到饲料的生产成本，嘛影响肉品的价销。政府会伫春节过了后再做讨论。 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天气真寒，看医生的人嘛对咧变多。除了一般的流行感冒以外，即马嘛有未少人搁得即个新冠肺炎。疾管署预计即礼拜即个疫情会压到上悬点。另外，气象署是讲明仔载开始各地天气会豆豆回温，尤其是拜4到拜5上悬会来到25度，也那中南部真有可能来到30度。 行伫路的民众围裙甲帽啊，随暗时包白白，因为最近全台的气温变都变较活跃，也互就医的民众加真多，尤其是流感、新冠病情的病人明显变较多。较早毋捌话着人，即摆也拢中标。 不管是2次确诊的，还是以前说真的自己以为自己天选之人的，自己发烧、自己快筛，发现自己也确诊的也蛮多的。像那种感冒、轻微感冒的症状，喉咙痛啊、肌肉稍微酸痛啊、有点没力气这样。95%的人大概都是属于2次确诊，甚至也有一部分是3次确诊。那第1次确诊的呢，很少，那大概只有5% 左右。 根据疾管署预估，本礼拜流感甲新冠疫情都明显升悬，并且到上高峰。尤其煞来年节期间，民众落南上北，常常斗阵食饭，为着机会增加，呼吁民众应该赶紧注射流感甲新冠疫苗。另外，尽管寒流已经慢慢减弱，不过对气象署的观测资料会使看到，礼拜一元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加上华南水汽东移，中部以北东部天气较凉冷，而且有雨。 另外，北部宜兰规天拢只有14度左右。2号开始，冷空气明显减弱，各地才慢慢来回升。拜4、2月初1到初2，高温会使来到25度，中南部可能到30度。 吹偏东南风的一个环境，所以整体的一个气温上都是会有逐步回温的趋势。那甚至在礼拜4、礼拜5的时候，整个东南风的一个状况算是相当的明显。整体的高温上，各地都可以达到25度以上。不过气象署也提醒，在过年前也有一波冷空气南下，强度至少会使达到冷气团等级。最近天气变化大，民众一定爱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高铁站有一个男性，敢若是因为食酒醉，所以伫列车要开的时，挡伫个车门，佮对即个保全起骹动手。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表示讲，即个保全无公权力，所以建议警方爱加强巡逻。前若是外头这10人徛伫个高铁车厢的出入口，无要上车也无爱落车。不管高铁人员安怎苛刻，安怎甲拜托，伊拢无爱插伊。这时阵发车的警示声弹啊，这10人煞汹涌拍保全人员。
27下晡4点外，南下837车速列车到高铁台中站了后，敢若啉烧酒醉的查甫人大闹高铁，保全人员先甲压伫涂骹，站务人员也叫人来支援，才甲状况排除，尾仔才互这高铁列车顺利发车。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喝醉酒，然后就耽误到其他乘客。因妨碍下车旅客秩序，不满保全员劝阻，而徒手殴打该保全。警方讲，由列车了后正常离站，无看社违法，也佮保全对这查甫人提出伤害告诉，也已经依法来受理。根据高铁的统计，去年到即阵，原交伫工作场所内底，包含受到口头也佮有身体暴力事件的职业灾害有12件。因为保全可能只仅止于在监视现场，或是提供必要的行车协助部分，可能可以发挥，但是警察的工作或是警察的任务。是不可能由其他的人员来去做代替的。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虽然保全也有接受专业的训练，不过敢若用伫必要时阵协助执法，建议应该加强警方的巡逻，也佮加强通报的标准流程。因来高铁除了表达遗憾谴责，也提供相关人员必要协助加防止暴力。记者综合报道。第11届立委当选人2月初1就要就职，同一天嘛来进行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即马国民党韩江会明仔载早起就会去拜访民众党关门来开会。也那民进党的邮差会是下晡买过。另外，这民众党的黄国昌是过来出题目，要问哪日的阵营敢有同意单一调位的制度。民众党主席郭文铁2月甲高雄社票，新国会2月初就职，也毋过3党拢无超过半数，互民众党真侪关键的招数，影响立法院长的补助。进前应邀请国民党甲民进党闭门会谈，各阵营候选人2、9月分别拜会。早起有国民党韩国瑜、江启臣拍头阵，下晡轮到民进党去拜会。毕竟是那8个要进去投票嘛，所以他们大概听完，他们经过民主程序，只是我们会确保。团进团出。针对于不管我们本党党团或者是其他的友党来争取支持。争取支持，朱立伦交互候选人家己去争取。央国民进党团总调关建明批评，闭门面试是事实的行动。感觉民众党要投互什么人，到今天也唔知咧，那就搁再搬戏。回答什么叫司法改革或是技术正义，这都不对的。立法院长最大职责是什么？就是国会外交。他应该针对国会外交这一块，去指挥韩国瑜。民众党一直出招，伫国会改革4个诉求了后，部分区立委当选人黄国昌2月搁再提出委员会改制单一调位制。那当初这一个复苏招委啊，基本上在设计上面就是要弱化国会监督的力道。不过，关建明认为，双调位制目的是为国会生态平衡，单一调位制不可行。批评黄国昌就是伫帮助国民党取得8席调位，才搁向国民党来挑战分享调位的席次。另外，国民党总调之争赖楚宝已经讲要退选，胡坤基感谢新娘，更加强调早期的政府会谈到国会进行改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米斯帕圣殿马戏团伫1月27半暝时阵咧赶场，也毋过有一台载动物的拖帮车伫半途中煞熊导火，加在这警察是及时赶到位，甲动物甲驾驶全部拢救出来。斗阵结束，表演场所的灯光熄去，准备开始这场表演。这是美国有名的马戏团米斯帕圣殿马戏团，每一档的巡回演出。原本马戏团当地27暗时要赶去美国印第安纳州参加4场一年一届替儿童病医募款的周末活动。其中一台载着表演动物的拖班车，煞伫饭店2点外，赶去目标地点的路中。19号就在公路印第安纳州的格兰特郡路段起火，因看到起火现场车辆和大火包围，附近的草皮公路有赶到现场的观景救出来4只骆驼、5只斑马，甲1只小马伫草坡开始食草，看起来真超现实。We out here catching zebra and camels. 马戏团团长史蒂夫表示，马戏团的主要工作是透过表演，替附近芝加哥甲俄亥俄州的共济会儿童病院2000多名病人提供募款的援助。现场的动物都是为佛州载过来的。拖班车行到一半的时阵，车顶的人员就发现无啥着，伫路边停车检查的时阵，火势熊熊冲出来，真紧脱烧。护官赶到现场的环境，紧急甲动物救出来。好在驾驶甲动物拢无受伤，只有2名环境和烟雾砸着伤，送病院治疗。
条。虽然最后拖班车小去，马戏团嘛有赶紧调派车辆支援载运动物，要赶去表演的体育馆继续募款行程。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再来看台北的年会大家即马是抢滚，为着安全甲品质，有议员是建议讲应该爱禁薰。市长蒋万安表示讲，即马已经有咧讨论，有计要互迪化街正做是活动期间的无薰的示范区，后手会阁推出相关的措施。假日期间，台北迪化街的年会大家客满人，不少民众要来买各种年会。啊，毋过网络顶有人发文表示，年味都还未感受到，先闻到薰味。广场那边确实很多人会坐在那边吸烟啊，然后烟头吸一吸就直接丢到水沟里面去。其实也有很多慈善团体，他们也有来捡烟头活动。哇，每次捡都捡一大堆啊！部分民众混食刷过乌白蛋混晒，互在地里长甲清洁人员拢爱定定清理，才会当维持环境清气。有跨党派议员就建议，规期年会大家禁薰，变做全台湾的示范区。有烟味对大家影响也不好，而且人很拥挤，就会吸到就不太舒服。没有必要，因为这是室外，室外不需要什么禁烟吧。迪化街它是有条件可以设置成一个吸烟的管制区啊，非吸烟区地方当然是可以取缔，更重要是说把吸烟区地点位置还有设备做好点。年会大家是不是要全面禁薰，还是设食薰区？民众各有无同看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尾嘛到年会大家时阵嘛回应禁薰议题。卫生局、产业局、商业处、环保局等相关单位来朝向将我们迪化年货大街示范成一个无烟示范区，也就是活动限定、范围限定、期间限定的方式来进行。蒋万安指出，因为年会大家是开放空间，分害防治法原有相关的限制，所以伫法规不足的所在，会请相关局处补足。目标就是设定禁薰示范区，若是相关的配套措施、施行期间加宣传的细节，原来会有相对应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拄拄考到驾照的人，其实有真侪人对这赛车有关是真无信心，所以违规的几率也会较悬。即马交通部是来规划新手驾驶违规班，也就是讲摕到驾照一当来，若准讲因为违规，互人记点记到6点，就要强制上3点钟的课。无拍方向灯、红灯正或转弯变换车道无依照标志，也是去汽车无停让行人危险驾驶等，互人开罚单嘛同时互记点。尤其是新手驾驶对道路环境也无熟，事故率较悬。根据公路局的资料显示，新手驾驶得到驾照一年内事故率差不多10%，违规率是伫15%，甲一般的驾驶比起来悬出袂少。如果会晃来晃去的话，跟在后面还是保持距离。是要常开它才会比较顺啊，因为当初我们刚考驾照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甚至有些人考了驾照都没开，他还是不会开车。因为考掉驾照甲实际开上路也是有差，公路局发现新手驾驶上接违规的就是转弯还是变换车道无依照标志飘线号志，过来就是无遵守道路交通标志飘线号志的指示，弄红灯违规临停、双摆临停，所以交通部规划得到驾照一年内，若做互人记的交通违规点数达到6点，必须强制上3点钟的讲习课程。驾训教练认为，比起事故上课补救，更加应该提高驾训标准，也是提早伫学校教育时阵，都甲交通安全结合伫个课堂，互民众自细汉就开始习惯基本用路观念，才会当真正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油第3天然气的接收站，敢有可能影响到生态咧？即马有学者是透过空翕去看当地状况，结果所发现讲，这工程附近是铺足侪沙，可见海草礁的生态环境会愈来愈严重。针对这个问题，中油是回应讲，这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沿海定定会出现铺沙的现象，甲工程无关系。生态学者坐飞机经过中油三节工程的天顶翕相片，发现三节工程沿背土沙真严重，背过海保环效应明显，因为未来水草礁的生态也真危险。只能说拍到这个现象是显示这个漂沙港口外面的海流是比较强的，所以现在施工的港口内的这个水流是很缓慢的，缓慢就会加速淤积。
机，这是最基本的飘沙的知识。那这张照片，我认为正好就是一个见微知著的最好的注脚。这一张却告诉我们，有可能飘沙将来就是淤积在潮间带生态呢。我个人的判断是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款团认为三接当初就无应该是讲造成生态影响，即马海豹花主动变做某字形，爷尾的涂沙慢慢囤积，印证款团当初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烦恼。飘沙现象在3阶施工前即存在，这是属于自然现象，跟工程无关。施工之前，我们已经委托成大水工所进行飘沙水工模型试验，结果显示建港后沿岸侵蚀或淤积情形跟现况是接近的，图题的效应是不显著。对款团甲学者的看法中有回应。东北季风的季节，大潭烟花常常拢会出现这种尾的涂沙，这是自然的现象，是3接施工前就有啊，甲工程无关系。环境部是表示，会派员到当地了解现况，必要的时阵请开发单位来说明，提出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公园毋但是休闲的场所，嘛有净化环境的功能。伫嘉义的北向湖公园，除了是这市内第2大公园，嘛是户外的生态地。即马民间团体为着要推动公园的生态化的概念，是举办活动，让民众做伙来熟悉公园。台通台湾话其实很对啊！以前的警察叫什么？北掏空啊！研究鸟类生态，老师分享都市内底常常看会到的鸟啊，还有研究食物类业的学者，配合枫叶保护协会伫嘉义市北向湖公园，说明公园生态化的好处。公园如果具备有一定的生态化的程度，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让人跟不同的生物大概有更多接触的管道。这个所在调查2年吼，差不多有57种的尾野啦。都会区来讲，已经算袂歹啊。有水，啊，佮生囡仔，啊，佮会使有食的所在，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公园生态化从基本的物件。啊，你也安尼坐，鸟啊，主人就来。枫叶保护协会表示，公园生态化透过多元的菜地，会当包容更较侪物种，伫都市内底公园就当加做是一个搁一个生态丰富的岛屿。去发展公园生态化的话，那其实岛跟岛之间会形成我们的廊道，那廊道跟廊道就是会形成一个网，那就可以让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更好。它生态化可以做得更好的话，可以带小朋友，他们也很喜欢看一些植物啊、动物啊，还可以带他们这边一起看，就不用走那么远，家里附近就有一个很棒的公园，这样子。北向湖公园是嘉义市第2大公园，也是台湾独有的户外无情的菜地。枫叶保护协会希望透过公园生态化，找倒来更较侪物种，嘛，互人甲自然生态拢有和谐生存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公司台语台评选台语的囡仔歌，今仔日出一张咱的歌专辑，内底的歌曲有摇滚，也有念谣，互台语的囡仔歌有创新的内容。会对声韵去看讲这条歌写了好啊歹安尼，而且就是讲看有一寡新的物件咱入歌袂，因为咱即马听的童谣也是囡仔歌拢较旧，吼，迄早的物件可能即马已经无啊，所以讲即个评选会较去选择迄种较新的题材。我想要把每一种种类的歌曲都留下来，所以讲有一寡歌是写甲袂歹，咁过是无法度放去内底，因为加一个专辑加9条歌尔，所以讲有遗珠之憾安尼。公司台语台举办咱的歌台语囡仔歌创作评选的活动，以写予囡仔的歌来做目标，邀请大家做伙来创作。经过个外月的时间，计共有239件作品来参赛，落尾是竞出9首台语囡仔歌。今仔日发表专辑，也举办市集，予大家做伙来学台语。另外，咱要来看中华的国际赛车节，进前是因为疫情，所以停办2冬。今年恢复举办，总共有超过300台跑车互相来比拼，而且这主办单位佮结合公益，只要捐500块，就当坐伫副驾驶座来感受比赛刺激。一台一台的赛车声音轰轰叫，真声动北。
全台湾规模上大的赛车活动——中华国际赛车节，今年伫田中高铁站举办，有来自台湾、日本、芬兰、韩国、马来西亚超过200位选手做伙驾车比赛交流。今年是国际嘛，有请一寡国外的选手来，办这种赛车运动呢，就是会当提升国内的这赛车的选手。 会当甲一寡国际车手会当交流。除了刺激的比赛，今年活动阁结合公益，民众只要捐献爱心，就当坐伫副驾驶座，感受赛车的刺激。捐赠的收入嘛，全部捐予华山基金会。最爱赛车的，就是刚好有这个可以做公益的机会，非常之好，可以让公益跟赛车一起结合，让我们体验到赛车，也可以让我们做到公益。 拄啊好，阮在帮独居长辈募集年菜，募集的状况无讲介好，因为有这个活动会使注入一股暖流。主办单位表示，因一直在推广合法的赛车运动，希望透过比赛体验活动的规划，让大众更加认捌赛车文化，可当结合公益、做爱心，以减利国。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是13度到22度，中部地区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8度，东部地区13度到23度。 外岛地区是9度到19度。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